嘛是风台造成的屏东早起有5000多户乡乡线失电，台电一个检查发现讲是大风吹倒落树，造成高压电线来烧拍电，致使零件歹去来停电。经过抢修，伫下晡点半时已经全部恢复送电。这屏东市林心路东5段以及水公路甲中治乡向阳路一带呢，早起11点41分左右煞乡乡失电，总共有5105户受到影响，有工厂因为安尼煞无法度作业。台电派人去现场查收，发现讲这是大风吹倒树啊去卡到高压电线，来引起呢烧拍电，致使零件歹去来造成停电。经过抢修，已经伫下晡的点半全部拢恢复送电啊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